哎，对，哎，这手再高点。葫芦，行，葫芦，哎，你们俩拿葫芦来。金善石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春喜今天来过吗？没有啊。哎呦，他一夜都没回来。不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葫芦，你快帮我找王爷，让他过来一趟，快！哦，好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娘娘！怎么回事？昨晚派出去的人死了3个，虽然还有1个活着回来，却受了很重的伤。什么？殷浩不会武功，怎么会死了3个人？听那个活着回来的人说，殷大人身边有一个武功非常厉害的人在保护着他，所以才会死伤惨重。殷浩呢？据他说，春喜为了救殷大人，替他挡了一刀，然后殷大人的朋友便拦住了他们。他只看到了殷大人带着春喜离开，不知去向。娘娘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继续派人盯着那个村子。本宫料殷浩带着受伤的春喜也走不了多远。切记，一有消息立刻禀告本宫，绝不可轻举妄动。是，娘娘。义兄弟，义兄弟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吧，啊！义兄弟，你总不能老这样吧？我看。不如我们回镇上，找2个兄弟，早些安葬春喜姑娘吧。你别碰她。哎呀，哎，王爷，金上师。王爷，您可回来了！葫芦都跟您说了吧，春喜不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昨天柳儿来报说皇后娘娘想吃点心，让上食局做一些，我就让春喜和春桃做好了，送到皇后娘娘寝宫去了。结果这一去人就没回来，到现在还找不着。我昨天身体又不适，休息得早，醒来什么事儿都不知道。行，你先别着急，春喜在宫里跟人无冤无仇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这样，我去问一下皇后娘娘。多谢王爷。王爷。你一定要帮我们找到春喜姐。娘娘，王爷来了。皇后娘娘，王爷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？皇后娘娘，本王是受人嘱托，替上食局的金上食来找人。哦，敢问皇后娘娘，昨天晚上上食局的春喜是否来过您这儿送点心？来过。本宫让他们做了点点心，听柳儿说是春喜送过来的。听说？正是。昨晚上红儿身体不舒服，睡得早，本宫特命人让他们在宫外守着，不准任何人进来。这么说，皇后娘娘昨晚没有见到春喜？正是。王爷为何提起此事呢？实不相瞒，昨晚上春喜从您这儿离开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，上食局寻遍不着，所以才托本王来帮忙的。竟有此事！柳儿，昨儿个春喜送点心时有没有说过什么？
没有啊，夏长善送了点心之后，什么都没说就走了，奴婢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王爷，你也听到了，恕本宫无能为力。既然如此，打扰娘娘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慢走。金圣使，哎，王爷，怎么样？春熙节有消息了吗？对呀，情况怎么样？我问过皇后了，皇后说那天皇太子身体不太舒服，就让柳儿在门口接了点心，她根本就没有看到春熙。那春喜能去哪儿呢？他向来乖巧，不会不辞而别的。这倒是。您别急，这样吧，我现在呢，让我所有的手下，在宫里展开全面的搜索，啊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多谢王爷。放心吧。哎，兄弟，麻烦你们等一等。好。兄弟，我给春喜姑娘备了一口棺材，送姑娘上路吧。宁浩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看清楚了，这个姑娘因你而死，你这样对得起她的一片心吗？都安排好了吗？是，娘娘。末将已派了一队羽林军，日夜护卫皇后寝宫，确保娘娘万全。好，你吩咐下去，命宫里各处守卫，但凡是见到前教坊使殷浩和上食局的春喜，无论在哪里，都要把他们带到本宫这儿来。听明白了吗？末将明白。下去吧。是。娘娘，我们为什么要防着殷大人呢？他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春喜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，生死未卜。本宫只是担心他们会随时来这里，不得不防啊。参见王爷。小的参见王爷。这就是当日放走春喜姑娘的那个士兵。春喜出宫了？是王爷，那晚子时，小的亲自放夏长善出宫去的。他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？回王爷，春喜姑娘只是说给皇后娘娘采买些食材，小的们也不敢怠慢，就放她出宫去了。行，没你们的事了，去吧。末将告退。王爷，您瞧瞧谁回来了？殷浩。王爷，你去哪儿了？找你好几天了。之前不是没想明白吗？想明白就回来了。你还想明白？我看你就是在宫外过得太舒服，把我们都忘了吧？哪能啊？忘了谁也不能忘了王爷。哼，算你会说话。王爷怎么了？那个春喜失踪了。哈，没事儿。失踪了还没事儿？嗨，您不知道，春喜这个傻丫头，看我走了，她也走了。可她后来一想，这就乱了。她一走，上食局全乱套了。金上使肯定要担心，这不吗？让我回来求您来了，麻烦您带着我去见金上使，一来报一个平安，二来啊，我要当面求亲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有点乱。春喜去找你了？嗯。可是他不是一口咬定他不知道你在哪儿吗？哼，他之前是逗你们玩，遵守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你再等会儿，你跟他说什么？提亲？难得找到春喜这样一个好姑娘，我要面见金上使，当面提亲。从此后，我二人远离宫廷，过平静日子。哎呀，想不到你还这么浪漫。什么叫浪漫？这不关你的事儿。哎，行了，既然回来了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去提亲。咱们啊，这就进宫去。
王爷很浪漫。走。金相石，你看谁回来了？一号，你怎么来了？春喜呢？哈哈，我来就跟您说这个事儿了。他没事儿，挺好的。你见着他了？啊，他这出宫找我去了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回来了，怕您不放心，我来报个平安。啊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他要是想离开，那就让他离开吧。我早就让他出宫去，他非说要陪着我，这倒好，自己想通了。殷浩啊，以后春喜在外面就要靠你多照顾了。哎，我会的。哎，你不是还有话要跟金上石说吗？说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，殷浩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是来向您求亲的，求您把春喜许配给我。以后，殷浩就是个穷小子了。我虽然一无所有，但我会对春喜好的，我会陪她一辈子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呀！干娘在上，受殷浩300。快起来，殷浩啊！我不方便出宫，也不方便透露你们的行踪。你们要走啊，就走得远远的，千万别让他们找着啊！哎，这个你交给春喜，就说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以后2个人好好过日子才是最重要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了，亲也提了，干娘也拜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啊，王爷，啊，您在这儿稍等我一会儿，我去看看媚娘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。还去啊？王爷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不能把我怎么样。行，那我在这儿等你，你小心。末将参见皇后娘娘。有何事？回娘娘，侍卫来报说，在上食局发现了殷浩殷大人。什么？为何不把他抓来见本宫？回娘娘，南昌王一直和殷大人在一起，末将等不便下手。你速带人去上食局，就说本宫知道他们回来了，让他们到本宫这儿来一趟。是娘娘。不用了，我在这儿。别动，别动！放手！是你派的刺客，对吗？是。武媚娘，你心狠手辣，丧心病狂，你知不知道？春喜死了，春喜死了！死了？哼！不听本宫话的人就得死。他明知道你的下落，却敢欺骗本宫。即使他今日不死，我又岂能饶过他？武媚娘，你是个疯子，多少条人命在你手里。王皇后、萧淑妃、春喜，你就不怕有报应吗？报应？我现在乃是皇后，在这后宫之中，我就是天。谁若敢跟我作对，就只有死。武媚娘，你已经无可救药了。
王爷，啊等这么久，饿了吧？吃点点心吧。不，你说他都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会不会又打起来了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去看看。哎，我就寝食难安呢。武媚娘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，我找你就是要跟你同归于尽。你杀了我！你杀我呀！你敢杀我吗？你给爷来一个痛快的！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你还怕杀了我吗？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把我也杀了！武媚娘，你杀我呀！你杀呀！你给我来一个痛快！武媚娘，媚娘，不要！不要姐！姐，德刚，姐，喂，大刚，你又带我姐去哪儿了？哎呦，羽凡可了不得了，你快来趟医院吧，你姐她又晕过去了。我马上来。怎么回事？你可来了，怎么好好的又晕倒了？快来，我带她散步，本来走的挺好的，她突然间她就说，什么殷浩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，然后就哭，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，突然就昏倒了，我都快急死了。难道跟我的梦有关系？姐，你在梦里杀了殷浩，是不是特后悔？不敢去面对他被你亲手所杀的事实。如果殷浩不死，你说什么？在梦里你姐杀了我？武媚娘为了自己的将来，求殷浩成全她。殷浩这个多情种，偏偏还答应了，武媚娘就亲手杀了殷浩。刚好这一幕被我看到，我一惊就醒过来了。怪不得呢，他一直在哭，拉着我的胳膊说对不起对不起的。原来他感受到了你的梦境。可能吧。可就算我再次入梦，也坚持不了多久。武媚娘已经做皇后了，该死的不该死的全都死了。总有一天，等武媚娘也死了，我姐还不醒来，那怎么办啊？你别着急，冰河之前不是醒过一次吗？你接着做梦，只要这个梦还存在，你姐就肯定会醒过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姐，你可一定要醒过来。我又回来了。
我怎么还在上市局啊？点心呢？还没送来。王爷这么着急要去干什么？你杀了我！你杀我呀！你敢杀我吗？你给爷来一个痛快的！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你还怕杀了我吗？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把我也杀了！武媚娘，你杀我呀！你杀呀！你给我来一个痛快！武媚娘，媚娘不要！银浩，走开，走开！哎，银浩，你没事吧？给本宫下去！以前的殷浩已经死了，现在你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滚得越远越好！你杀了春熙，我要为春熙报仇！银浩，你冷静一点。殷浩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你若再敢放肆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银浩，冷静！银浩，银浩，我跟你杀不了他的，银浩，走啊！银浩，你杀人凶手！走啊！冷静！武媚娘，走啊！喂，啊，李冰河醒了！哎呦，哎，哎呀！如果再有什么问题，及时告诉我。大夫，李冰河没事吧？哦，李冰河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。只要他平时多注意休息，还有调养，啊，他身体就会慢慢恢复的。啊，谢谢您啊，不谢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行，没问题。谢谢啊。冰河，你醒了？还睡着呢。医生说他太累了，让他休息一下。太好了，你醒过来了，你再也不是什么武媚娘了，真好。医生跟我说了，说我在这儿躺了1个多月了，这当中我还醒过几次，我怎么都不知道了。我光记得我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，然后梦到我成了武则天，从才人开始一直到皇后。后来就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羽凡啊，都担心死了。为了唤醒你，一直做着跟你说的一样的那个梦。现在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我们再也不用逛什么御花园，还吃什么上食局的汤圆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看来我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吧？哎呀，说这个嘛，只要你们没事儿，我累点不要紧的。哦。我熬了鸡汤，忘了拿上来了。你等一会儿啊，我拿上来一起喝啊。
对了，这手，这个手要注意啊！哎，抬上去。好。哎，有进步啊！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没什么事儿。皇上的寿辰就快到了，最近你们加紧排练，辛苦了。谢王爷关心，这都是小的们应该做的。对了，最近你师傅怎么样了？托王爷的福，师傅和师母近来都挺好的。他们的春喜饼店在江南一带已经开了好几家分店了。这个银好，赚大钱了啊！啊，对了，前2日师傅来信通知，他的2女儿就要成亲了，想邀王爷一起去喝喜酒。好，一定去，一定去。那葫芦就替师傅谢过王爷了。行，没事儿，你先忙吧。好，谢王爷。皇上，这么多天你也没好好休息了，回寝宫歇着吧。这个玩偶有那么重要吗？皇上，下去吧。是。银浩，朕对不起你，下辈子朕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当年你也误会朕了，朕并不是只是为了复仇。朕确实是为了天下黎民百姓啊！若你还活着，你就看看当今的天下，当今的百姓，朕没有食言。朕的一生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幸福，但朕给了天下百姓一个干净、幸福的晴天，这就够了。这就够了。也好，就让这血与琉璃链代替朕，好好的陪着你吧。
娘，这么多经书，我们要擦到什么时候啊？抱怨也得擦，不抱怨也得擦，咱们还是动作快一点比较好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明空，你念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啊？我在想，刚刚那几句话，应该是说，世间所有的现象，就如同梦中一样，一切只不过就像一场梦。梦醒后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就如同我们眼前的一样，其实只不过是个假象，如同泡沫那样，瞬间即逝。啊，那不是什么都抓不住了？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变幻的，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知，把握当下，就什么都拥有了。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矣，寂灭为乐。醒啦，快来喝汤吧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是我姐，还是武则天？我是你姐。真的？你说呢？太好了，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姐。哎，这段时间肯定受了不少罪吧？哎，我没事，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们一家团聚，我做这点算什么呀？哎，趁热把汤喝了吧。好。什么汤啊，这么香啊？哎，大刚说你一直跟我做着同样的梦。可不是嘛，我们以前啊还老抱怨说总做同一个梦，没有私生活什么的，还多亏这同一个梦才能让你醒过来呢。哎，你说咱的梦怎么跟历史写的不一样啊？能一样吗？也是啊，毕竟不是真的历史。那是咱俩的梦啊，历史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武功高强又风流倜傥的王爷。哎，对吧？哎，姐，你知道吗？我梦见武则天已经当上皇上了，而且她还按照殷浩的模样做了一个唐俑，最后还把血玉琉璃链放在了里面。只有在梦里，才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他是想让血玉琉璃链代替他，永远陪伴在故人身边吧。应该是这样。姐，你知道吗？那次车祸以后，唐俑全碎了，但奇怪的是，在里面真的发现了血玉琉璃链。看来传说是真的。哎，那链子现在在哪儿啊？送去陕西博物馆了。过2天我得去找一下馆长。
干嘛呀？我想帮雪域琉璃炼办次展览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故事。怎么样？这条就是血域琉璃链。血域琉璃链相传是上古时代华胥古国的神器，在唐高宗时代因为宫闱斗争而重新出现在唐朝的宫廷中。据说武则天在登基为帝后，曾亲手雕塑了一尊唐俑。这个唐俑的模样正是照着一个对她一生来说很重要的故人做的。这条血域琉璃链因为沾有此人的鲜血，而被武则天珍而藏之。送给你的。这个故事好凄美哈。是啊。干嘛又送花给我？我也想不起来送别的，你喜欢就好吧。你给我们家的花啊，可以开花店了。漂亮吧？我常年供应你，好看吧？谢谢啊。看什么呢？这是？哎，别挡着我！怎么了？你没看见吗？这杨贵妃正跟唐玄宗准备告别呢。我说，我亲爱的姐姐，你不会又联想到武媚娘跟李治了吧？忙你的去！来劲了你还？行，刚好，明天还有团队来参观，不奉陪了。快走走走！哎，好好准备啊！好。那个，有空跟你家大刚说一声啊，别再往我们家送花了，净招虫子。姐，不是吧？我们又梦回唐朝？